个大问题，今仔日中回台北地方法院来召开着羁押庭。真拄好的是，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因为进前的走脱活动，甲地方来起，甲这个警方来起冲突，嘛是今仔日爱到案说明。不过黄国昌无去说明，是去法院专程来陪伴着大问题。中正一份就讲，会甲黄国昌的案件直接函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不是和隔壁瓜文泰的太太陈培琪讲话，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透早来到台北地院等领帮乡庆，边仔嘛有真侪支持者，阁有一位生做真优秀的查某囡仔，伊就是和瓜文泰监管局特殊高保的台北市议员因小美的查某囝邢家瑜。感谢民众永过对因小美的支持，邢家瑜伫咧北园路口发送小胖狗，等因小美到了后，温柔扶妈妈落车，含永过目头甲界，因小美真难得笑眯眯。我囝行上北园楼梯时，佮活过来甲媒体鞠躬，因小美佮斟查某囝暂时休息。就是希望今天阿飞跟我妈妈可以平安顺利的回家。希望妈妈会当顺利回来，赶快来到北园。有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发言前吴怡轩，颠倒是瓜文泰交保了后，含伊坐共台车的人民党团主任，单地含红赛客户无到场。大会是黄国昌顶个月30号无申请落款，说招支持者上街路走脱，含警察爆发冲突。中正一分局团犯黄国昌15号到案说明，不过伊人煞无过去。我又不是第一次起过法的案子，你们那么紧张，你们显然不了解我的过去。把我过去的 SOP 复习一次就知道。黄国昌心情真轻松，照惯例到北园听庭，颠倒是边仔的支持者真烦恼。只是黄国昌除了无伫咧时间内到案说明，嘛无委任律师到检察局。对这件代志，警察未搁再传唤，专案直接函送北检侦办，嘛互走脱的冲突继续炭烧。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